台南随着铁路地化计划持续推进，原本被铁路分割市区空间将重新串联。其中台南车站是台南古道的重要门户，新的车站嘛伫兼顾交通机能、都市空间甲古道的记忆一步一步成型。交通部铁道局22号就公布台南车站未来新面貌，其中漂浮大屋顶甲宽阔下层广场等设计美感，拢成为一大焦点。台南车站透过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动线，除了改善单车甲转乘环境，未来旅客嘛当伫轻量化的空间散步，感受老建筑甲新工程的特别吸引力。预计工程到2026年底完工，自整个台南市区铁路地化，对大桥车站到大拿路并交到以南，全长8.23公里，总经费412亿，计划时程预计到2031年3月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